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金鑽貴人黃衫外邊快啊，響外邊嘅風雲武士啊，埋邊有一對噶，粉紅眼罩呢就禪聖輝煌，咁啊跟翻住個第3、4位呢，仲係鴻運帝王啊，第5位手機標霸內欄，第6啊就係遨遊氣泡啊，中間白衫第7位有球星啦，外邊粉紅就係美麗同享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白河飛區啦，祝願紅衫響內欄尾5噶，外邊呢仲有標誌銀河啦，後邊嘅3匹馬分別係陽光勇士舉步生風啊，暫時然後係桃花開嚟嘅，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係禪聖輝煌啊，響佢外邊嘅風雲武士啊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埋邊藍衫鴻運帝王啦，金鑽貴人黃衫吊住個第4啊，第5位外邊呢望空咗美麗同享啦，咁啊內欄第6呢仲遨遊氣泡啊，中間手機標霸出邊標誌銀河跟前咗喎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球星啦，內欄尾5到啦，紅衫呢仲有祝願啊，尾4出邊係陽光勇士，後邊3匹馬舉步生風。內欄尾3藍衫白帽嘅，後邊嘅馬匹啦，有白河飛區啦，粉紅帽掟大外檔，桃花開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金鑽貴人沿住個中檔自己踩油上咗嚟啊，埋欄位置有禪聖輝煌啊，中間追有遨遊氣泡，後多層嘅馬係祝願啊，出邊上跟嚟有標誌銀河啦，後多層嘅馬咧先到陽光勇士，最後100厘米金鑽貴人出咗頭先有少少內閃啊，祝願追緊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遨遊氣泡，最後100米金鑽貴人接先，祝願追緊佢，接近終點第1名相當接近，埋邊位置金鑽貴人準備。